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可以有效使用 YouTube 嚟到減少手機或者智能裝置嗰個空間。好多時候大家可能會喺 WhatsApp 啊、Telegram 啊或者 IG 之間咧去傳輸一啲影片。咁久而久之，嗰個程式入邊咧或者個 App 入邊咧，你會儲存嘥咗好多空間，浪費咗好多位置。甚至有時可能你話同一條影片，可能你會儲存咗2次。咁會導致乜嘢情況呢？第一就係手機個空間容量有限啦，咁唔會唔夠位啦。另外就係話，其實好多時候你係未必有需要將個影片係擺喺嗰個 WhatsApp 或者啲相關程式入邊，你係可以分開處理。咁再者，有時可能你話你需要將同一條影片 send 俾唔同嘅朋友，咁可能你同一條影片要上載2次，咁佔據咗你2次手機嘅空間。咁所以而家呢，我希望可以教大家用一個方法，就係話，用一個免費資源就係 YouTube 啦，咁你可以將一啲你想同朋友之間分享，又或者可能你想自己收藏嘅影片，就放喺 YouTube 度，作為一個免費嘅儲存空間。仲要呢個儲存空間呢，其實係無限嘅。不過呢，如果係一啲新嘅用戶呢，佢可能會限制咗你每日最多只能夠上載3條影片，而影片嘅長度係唔能夠超過15分鐘嘅。咁但係呢，當你繼續用嘅時候，或者用嘅時間夠長嘅時候呢， YouTube 係會將呢啲限制咧解禁，咁咧變咗到時嚟講，你影片咧係冇限制長度啊，亦都冇限制你每日可以上載。不過我試過啦，其實每日最多咧只能夠上載100條影片，不過我諗正常人都唔會一日上載多過100條影片嘅。講咗咁多，我哋正式進入正題。咁你要用 YouTube 第一件事就梗係要撳右下角登入咗個戶口或者開個新戶口啦。咁你開咗嘅時候，又或者你見到下邊嘅地方，熒光幕下邊嘅地方有個加掣。當你撳個加掣嘅時候咧，就會正式進入呢個上載影片嘅畫面。上載嘅時候，佢會直接去揾你嘅相簿啦。譬如話我中意條影片，佢會不斷咁重播。咁如果你話呢條影片嘅前面、開頭或者個尾你唔中意，你可以自己去控制你想上載嘅位置啦。如果冇問題嘅時候，可以撳下一頁。去到下一頁嘅時候，會比較似玩 IG 或者係一啲 Facebook 嘅功能，就譬如話可能你想加啲文字啊，加啲 sticker 啊，或者可能加啲濾鏡 filter 去改變個畫面嘅顏色啊。咁如果你話普通影片梗係冇問題啦，但係如果你話係一啲同小提琴練習嘅影片呢，我就唔建議你做呢個動作，因為呢係會影響咗嗰個觀感啊，或者可能你睇得唔係咁清楚咁樣嘅。如果冇問題嘅時候呢，我哋亦都係進入下一步。當然，如果你係普通影片或者 send 俾朋友嘅影片呢，你中意嘅亦都可以喺個時間交配我嘅。去到下一步，你會見到要你打一啲關於呢個影片嘅資料，譬如嗰個影片係叫咩名啦。如果係一啲同學習有關影片，譬如話如果小提琴練習嘅影片，時間日期啊，或者你拉緊嗰首歌嘅歌名或者嗰本書嘅書名，有助你稍後你想揾翻影片嘅時候，你會比較容易啲快啲搜尋。最重要嘅功能咧，就會喺下邊嗰個叫做分享設定。分享設定你會見到分別有3個：公開、不公開同埋私人嘅。而家未開始上載影片㗎。當你正式上載影片嘅時候咧，YouTube 係會即時生成一個影片連結。咁個影片連結咧係會有啲亂碼去組成嘅。咁平時嚟講，如果你教公開嘅時候，就會喺冇你嗰個影片連結嘅時候，人哋只要打一啲關鍵字係同你影片有關，就可以揾到㗎啦。如果你設定為私人嘅話咧，就即係佢唔會係搜尋到影片啦，甚至就算佢有你嗰個影片連結，都唔會睇到。譬如話你有啲影片真係唔想俾人哋睇嘅，你可以設定為私人。但係如果你話想同朋友之間去傳閱，就係我哋要用到中間嗰個叫做不公開嘅功能啦。因為不公開，其他人係唔會搜尋到你嗰個影片，除非嗰個人係有你嗰條影片嗰個連結。即係話你可能要用 WhatsApp send 俾朋友，人哋先至會見到你個影片嘅存在嘅。而最下邊啦，你會見到有個叫排程。排程咧就唔係俾我哋用嘅，係俾一啲直播主播用嘅。譬如話佢哋可能想整好咗條影片之後 set 喺一個某時間度先至出片，咁就會用到一個叫排程嘅功能。但係我哋一般嚟講咧，就用公開、不公開、私人3個唔同嘅分享設定就已經足夠噶啦。當你設定完之後，我哋而家幫條影片打翻一個，譬如我叫 Birds， 咁你見到而家分享設定係寫住不公開。咁另外，如果可能你係一啲旅遊影片，你想自己到時記得嘅話，你都可以設定翻，我呢度可能我去
我去邊度嘅玩玩，我去咗日本嘅，我去咗澳洲嘅，設定唔同嘅其他地點咁樣嘅。當你設定完之後啦，咁譬如我而家用緊 iPhone 啦，咁我就撳一個 return 掣，跟住就會見到上載 short。咁因為我而家呢個係直身影片，所以係一個 short 嚟嘅。如果你係一個打橫嘅影片咧，咁佢就會係寫住影片。咁你會見到，咦？點解影片唔見咗嘅？其實你去翻右下角，撳翻自己戶口，再撳你的影片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見到你部電話就正在上載啱啱嗰條影片，亦都寫住處理中。視乎翻你嘅 WiFi 有幾快啦。上載完之後咧，就會見到而家呢個界面㗎啦。咁你話，點解出唔到個畫面灰色一笪嘅？因為個畫面咧，我哋係未重新載入，所以係見唔到嘅。不過我哋而家可以試下撳入去睇，你就見到嗰條影片已經擺咗喺 YouTube 上邊㗎啦。咁你話我要點同朋友分享咧？就係撳側邊3個點點，影片嘅側邊3個點點，撳分享影片，跟住佢會有個界面俾你揀。你話直接分享 WhatsApp 又得，分享喺其他地方又得。不過通常我會撳複製連結。咁當我撳複製連結嘅時候咧，我就會直接將個連結複製去，譬如話我而家想喺 WhatsApp 度 share 俾大家，咁我就開翻個 WhatsApp，跟住喺信息嗰度撳貼上，咁我就可以將頭先嘅條影片分享俾大家噶啦。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。